Just 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8号，公元2017年4月14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和阿鲁纳恰尔邦的访问。罗桑桑格接受印美采访，表示达赖喇嘛称中共为专制政权是事实。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敦促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晤时要提及西藏问题。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的最新消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尔恰尔邦和阿萨姆邦的历史性访问后，于本周三4月12号返回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受到当地流亡藏人和印度民众的热烈迎接。达赖喇嘛尊者星期二从塔旺出发，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和其他贵宾以及数千名信众在塔旺送行尊者。4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了第6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故居乌坚林寺，在该寺进行莲师会供等佛事仪轨。同时还驾临已故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多杰堪卓纪念馆，并为纪念馆内的菩提塔及展览馆举行了开光和竣工仪式。4月8号，尊者向5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记者举行会谈，并强调下一世达赖喇嘛是否需要转世由西藏人民来决定。当天与会的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在致辞时，感谢尊者达赖喇嘛在时隔8年后再次访问阿邦，并请求达赖喇嘛尊者将来在达旺地区对信众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接下来请看第二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最近在接受印度媒体专访时表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最近在阿鲁纳恰尔邦参访时，公开称中共为专制政权，这是事实。4月6号，印度著名媒体 NDTV 就印度、中国和西藏问题进行专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司政向 NDTV 表示，印度政府特别是在莫迪政府的主导下，对达赖喇嘛尊者开始从闭门转向开门，对此感到很欣慰。司政罗桑桑格针对中国强烈干涉尊者访问阿鲁纳尔恰尔邦一事时指出，此次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鲁纳尔恰尔邦纯属宗教活动。中国政府的这种不满毫无意义，希望引起外界关注。事实上，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政府都会进行干涉，并表达不满，这不足为奇。此次便轮到印度了。司政罗桑桑格对此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所讲的都是事实，毫无疑问，中国是专制政权。在中国没有民主和言论自由，中国政府的确是一个专制政权。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想表明西藏和西藏人民享有民主自由，那么就应该允许联合国专家或外交官自由访问西藏，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然而，实际上中国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西藏，即使现在中共当局仍然严厉管控着那里的藏人。此外，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要会晤的几天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致信特朗普总统，敦促他同习近平会晤时要提及遭到严重践踏的西藏人权问题。南希·佩洛西表示，总统先生，如果我们在商业利益方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保持沉默，我们就丧失了在世界任何地方为人权发言的道德威信。他还强调，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严重践踏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包括严重破坏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
接下来，请看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各国办事处的最新消息。上周二，4月11号，欧洲议会议员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乔跑赵尔格、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先生等，应邀出席了由罗马尼亚中部的科瓦斯纳旅游信息办公室举办的达赖喇嘛的智慧为主题的图片展。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先生在当天的图片展开幕式上进行发言时，就有关目前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和严峻局势进行了介绍。随后，他还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并呼吁与会各界人士继续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